中文短句子第7集，谁惹你生气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不要消失不见哦，不要消失不见哦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他不敢得罪人，他不敢得罪人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一个人赚钱养家，他一个人赚钱养家。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。我说了好几遍了，我说了好几遍了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刚毕业没多久，我刚毕业没多久。我刚下班，我刚下班。我正在找工作，我正在找工作。你工资什么时候发呢？你工资什么时候发呢？你在这家公司工作多久了？你在这家公司工作多久了？我手机没有网络，我手机没有网络。我手机没信号，我手机没信号。你家在哪里？你家在哪里？你早上几点出门呢？你早上几点出门呢？你几点起床呢？你几点起床呢？你晚上几点睡觉呢？你晚上几点睡觉呢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回到家了吗？你回到家了吗？你今天工作累不累？你今天工作累不累？你几点下班？你几点下班？今天天气很热，今天天气很热。